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要同大家來紹介我嘅家鄉苗栗，然後一間當地人食嘅一間店嘅，大家就對苗栗有一個蔬菜叫做銅鑼。啊，銅鑼就會想到一種日本嘅點心，叫做銅鑼燒，我係頭一擺用客家來讀銅鑼燒也就係啊，正經啲啊苗栗嘅銅鑼開一間銅鑼燒嘅店嘅，大家有閒時間再去行聊聊。今日就請歡喜邀請到一間銅鑼燒店來同大家來分享哦。細細嘅嘅先來分享頭家娘紅媽分享。大家好，我係紅媽，歡迎來到銅鑼了，歡迎紅媽來到台北了，來到福喜來了，歡迎紅媽。阿子生。接下來分享嘅店嘅杜紅嘅得力助手，咩係人哋客家字體來分享，車依法分享依法。大家好，我係車依法，當福喜來到一片來了。好，歡迎兩位來到節目當中來同大家來分享哦。其實一間銅鑼燒店挺特別，因為就在銅鑼這個地方，然後它的名字也很特別，叫做雙峰草堂。紅媽是不是跟大家來分享一下？其實有個名誒，會叫做雙峰草堂，是有它意思在裡面的，對不對？對，因為我們20幾年前就舉家搬來銅鑼雙峰山這個地方落腳，在這邊生活。那來了以後，我們開始認識周圍的鄰居啦。後來了解說，在清朝的時代就有一個舉人，雙峰山有一個舉人叫做吳子光，他在雙峰山這個地方設立了一個學堂，叫做雙峰，讀書的，叫雙峰草堂。當時我就很介意這個名字，我就想說，我將來如果有開店，我也要把它叫做雙峰草堂。那個時候，對，20多年前，我就心裡就有這個根，想要把這個地方也可以說一樣可以有一個讓人家可以共學的地方，這樣子。哦，剛剛談紅媽講，我們也可以知道，其實紅媽不是銅鑼人，沒銅鑼人，但是20多年前搬來銅鑼這個地方，對，所以就愛上這個地方，然後喜歡這個雙峰草堂這個名字，對，這個學堂的感覺，對，然後很有文藝氣息，然後想要在內心就累積一個小小的種子，想要一滴鴉片可以點點，後來就真的成真了，是，雙峰草堂，對，就在這個雙峰山這裡。其實我啲苗栗董家堂豆嘅朋友有來都有去到你們的店裡面，有去吃銅鑼燒，對，因為就非常非常的有趣啊！怎麼會這麼剛好啲銅鑼有一間銅鑼燒，銅鑼有一間銅鑼燒？紅媽當初是為什麼想要在銅鑼開一間銅鑼燒店？我們以前是做開顧問公司的，完全沒有關係耶，完全沒關係。那以前我們的小孩啦，出門啦，人家說你們從哪裡來？我們從銅鑼來，很多人都會問，開玩笑說銅鑼有沒有銅鑼燒？被問久了，我老公紅爸他就會想說，這個很有意思，他就立志，我將來不開顧問公司以後，我就要來開一間銅鑼燒店。這聽起來很荒唐，但真的成真了。真的成真，就是在我們50歲以後，就是人生的規劃啦。因為顧問公司常年都在外面跑，他覺得說這樣子還蠻累的。其實，對，我覺得這樣很有趣，很有趣，對不對？所以就跟紅爸決定要，有一天希望可以做這個，銅鑼燒，算是你們的興趣，然後也是你們的想法。然後我覺得，對於銅鑼這個小小的地方，因為銅鑼燒係苗栗一個。大家可能不會這麼注意到它，第一瞬間不會這麼注意到銅鑼。但是如果在銅鑼有賣一類銅鑼燒，感覺好像就蠻有趣味的，就有意思，就很有意思。是。對，那易華要不要跟大家分享？易華是銅鑼人，錯嗎？你啲啊雙峰草堂做些長久的時間，可唔可以同大家來分享一下這個雙峰草堂？第一就素材雙峰山，其實環境清講，錯嗎？你就從細就第二台。係啊，就當年差唔多5、6年嘅時間，嘅油桐花就會開到滿山，東江啊，佢就像落雪用嘅安尼跌下來。
第店的杜红就看得到。店前面就看得到的。店前面就看得到。就一条路上面就叠1000张的油桐花。嗰時候就是走到店的杜紅，食茶食銅鑼燒，韓國就看到清講的油桐花步道，安樣的感覺。对，那这个雙峰山其實店里附近的生態也都蠻好的。紅媽其實也特別注意到店里附近的有一些可能，比如說花草或者一些動物、植物，對不對？對。比如說有哪一些特別的生態呀？這些我們那邊的生態非常的豐富。那我們曾經來的時候有遇到過野兔。苗栗有野兔，是，就在我們雙峰澡堂的店。那松鼠當然就很多了哈。那也曾經看有出現攝影機有拍過石虎，但是你們還有架攝影機哦？我女婿架設的。他也是來了以後，也是很喜歡這個環境，然後就架設了那個生態攝影機觀察那邊的生態跟的動物，還有藍腹鷴蛇類當然一定很多啦，老鷹啊，生態非常的豐富，還有植物，像奕華說的，就是油桐花滿山遍野，非常的漂亮，所以我就想說，我們要開大片玻璃的那個窗戶，可以讓來的朋友呢坐在裡面就可以看到油桐花。哇，有呀，他有看到这个当地镀嘅胸片，真的是有一点点像是木屋的感觉，然后周边全部都是透明的大片的玻璃窗，然后看得到很多户外的环境。其实像安永跟店妹，红爸跟红妈也花了很多心思在打造，对不对？对。你们想要营造什么样的氛围？就是让人家客人来觉得很放松，就是这个地方很舒服，所以我们保留的很大自然的景色，我们没有刻意说除了植栽去美化以外，没有在做多余的人造的东西。像有些人说你弄个荡秋千呐，还是什么，我们都没有这些多余的东西。当然就是希望他除了来吃好吃的铜锣燒以外，还可以用最自然的方式来感受一下这个环境的美丽。这个环境对不对？讲到眼就董上的去的感觉，董上的去行聊聊哎。但是除了有董江的风景以外，其实店妹都红跟铜锣燒也是重点。但是刚刚有没有注意到红妈有讲到，加到迄上个有一天，我伫銅鑼上會開一間店，揾到雙峰草堂。有一年，我想要伫銅鑼開一間賣銅鑼燒嘅店，這件事情最後真的成真了。但是在你們過去的人生經驗裡面，冇去認真做過嘛該賣嘛該料理，是因為這件事情，是因為這個夢想才重新學習你們要做銅鑼燒。對，所以算是從零開始嘛。對，當時物色因為紅爸認識很多人他就在找老師的過程中呢，他就想到說，鹿港玉珍齋，它是100年老店，對，那是老闆娘是他的同學，他就想說，那找他來幫我們找老師，就一定不會錯所以他就找了一個在日本學做和果子的老師，他在日本的和果子學校畢業的，然後在日本也待了很久。那他回來台灣以後呢，就請他來教我做。在教我做的過程，因為完全不會嘛哈。那老師第1個禮拜來學做了以後，老師回去了，我還要再繼續練習呀。那在練習的時候，我覺得哇，這個口味吃起來太甜，我就自己減糖了。然後老師下個禮拜來吃了說，他不一樣啊。老師說，怎麼不一樣？你改了什麼？我還很自信滿滿的跟老師說，老師，我覺得你的配方太甜，我減了大概40%左右的，聽起來很合理，很合理，對不對？台灣人不喜歡吃那麼甜，對日本的口味偏甜啊，對。老師說，你看，就是自作聰明來的被老師罵，為什麼？他說，糖的功能是上課教的，要有保濕、防腐，還有着色，還有它就是天然的那種防腐劑。對。可是就很納悶啊，台灣人不想吃那麼甜啊，也不健康啊。對。他說重點來了，你是要把上白糖的量改成海藻糖。我說還有海藻糖這種東西。換一種糖。對。甜度沒那麼高。沒錯。然後海藻糖它是比較健康的糖，它的糖分只有
一般糖的那个甜度会减掉40%。哦，这样就差很多了。对。可是量不能减掉。哦。我说哦，那就知道了。可是老师在第一次教你的时候，绝对不会告诉你。但是这就表示红妈油秀豆贡就是要符合客人的口味，对，所以想要去做一些很仔细的调整，然后又刚刚好有一个专业的老师可以给这样子专业的建议，所以直接从配方做一个很一般人不会知道的调整，对，调整成这样子的版本，然后让大家都很喜欢，对，所以一开始就是从最经典的红豆口味的铜锣烧开始学习，对，这个是就是应该说大家最普遍认识到铜锣烧，我自己啦是小时候看卡通，看那个小叮当，你们应该叫哆啦 A 梦，不是小叮当，年纪差别，对，就是小叮当哆啦 A 梦，他很爱吃铜锣烧，对，他的铜锣烧就是红豆口味，没错，所以最经典的铜锣烧应该是红豆口味的，所以你们就从红豆口味开始学，对，那红豆会很难做吗？很难煮，而且煮红豆也是这个老师他教铜锣烧饼皮的时候，也一起教煮红豆的方式。煮的方式就教给你。那煮红豆呢，真的很辛苦。那为什么我们分公司？后来我煎饼皮，红豆就是红爸煮。哦，就很出众。因为煮红豆呢，真的像在洗三温暖一样，它全程都要顾在炉火旁边。对。那为了要让它粒粒分明呢，它不可以一直去翻搅它，然后要换掉2次水。就是它滚了以后，把第一次的水不要倒掉，所以那提起来要倒很重。然后第二次也是还在滚烫的时候熄火了嘛，还很滚烫，要倒掉2次水。第3次的水才是你要留下来红豆的水。哇，你看枪用糖我就觉得很难，但是没关系，大家不要紧张。汉一团节目做了会好好的同大家来分享，酸了用完注册后再来缝头的，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同大家讲哦。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仲要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苗栗銅鑼麥嘅銅鑼燒，好像在講繞口令哦。銅鑼麥嘅銅鑼燒，但真正當天片銅鑼一大蔬菜，因為有一間銅鑼燒店，大家可能有印象更深了，對不對？對這個地方。然後剛剛有講到這個銅鑼燒，千景店的口味就會鳳頭的口味。故說阿權妹也還有來吃這款啊，好可愛哦！這個就是你們雙豐草堂的這個包裝袋，然後還有這個很可愛的這個圖案，對不對？所以一般在店裡面也是這樣拿着這個袋子。這個是做禮盒包裝的時候會這樣子裝。哇！不知道為什麼看到銅鑼燒就是有一種很開心的感覺，它看起來很飽就是很厚實的感覺。對。然後這個皮呀也是就是有上色的感覺，因為一般像我以前也曾經就是看有一些簡單的，比如說像是什麼鬆餅可以拿來煎成銅鑼燒啊，然後我感覺有去嘎吃剪鈎，但是都沒有辦法上色的這麼漂亮，這個真的是要功夫，對不對？沒有這麼簡單。是。好，來吃這顆呢。我在還沒咬下去的時候，我就聞到了那個皮的香味，香甜味。對，這個味道好，不是平常吃得到的味道。然後裡面的紅豆，它是甜，裡面帶着有香蜜的甜。對，會有香氣。它不是只有單純的甜而已，它是有香氣的。真的。因為我覺得有一種像吃蜂蜜蛋糕的那種焦香的感覺。這個味道好好吃哦！謝謝，很特別。這個是平常吃，比較平常買到銅鑼燒吃不太到這個味道，這有一點那種手工的溫度感，對不對？對。像其實二煮都暗湧裡面這個紅豆餡真的是像紅媽剛剛講的粒粒分明，但是其實它是很綿密的。是。可以有粒粒分明，但是其實它咬起來還是非常綿，這就是紅爸的功勞了。真的。紅爸剛剛講，每天都像在三溫暖裡面一樣。他每天就像在洗三溫暖。這個不是很容易，因為像我們一般
有在煮红豆的人，像我就不太会煮红豆，然后我就很常煮失败的红豆，都是红豆水，所以就很想要请红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红爸平常都是怎么煮红豆的。红豆呢，首先我们泡水的之前要先挑豆，把瑕疵豆先挑掉，挑掉以后呢，再泡水，泡水要泡1个晚上。然后其实老师说不能偷懒呢，一个晚上要1个晚上，然后到第2天再放到锅子，要用铜锅煮。要铜锅，它受热比较均匀。哦，对，这是老师指定的，要用铜锅煮。那它煮的时候，第一次水开了以后要倒掉。嘿，我们在测试的时候，第一次老师说来，这是第一次倒掉的水，先留1杯。好，第2桶的水还要再倒掉。刚开始学，你会觉得哦，好浪费哦。对，那不是煮开的水吗？又要倒掉。对啊。第2杯再放着，到第3次的时候再加水进去煮，再留1杯。然后煮完以后，你每1杯都喝，你就可以感觉得出来那个差异。第1杯是又苦又涩，那全部都是杂质。所以它会先然后给煮锅把它煮掉，所以把那个水倒掉，对，让它好的味道留下来。对，第2次的还不够纯净，还要再倒掉。到第3杯。那个就是女生最爱的养颜美容的圣品——红豆水。夫妻卡拉 OK， 红妈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Simon饮青号色的红豆水，就是在第3遍的红豆水。对，那还没收汤之前，水滚了哈，还没收汤，你就可以先舀1杯起来，那个就是红豆水。哦，难怪红妈皮肤这么好。哪有？是红豆水就对了，红豆水就对了。有时候红爸煮着煮着，他就想到就帮我先盛1杯留起来给我喝。哎呦，好贴心哦！真的。好啦，当然真的是因为有红爸按用心哦，而按用反复的煮啊、浸泡这么多次，才有这么好吃的红豆馅嘛，对不对？所以才会有这么好吃的铜锣烧。但是呢，除了铜锣烧之外，迄道店的杜红妹做的有其他的一些饮料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铜锣的在地的物产的一个饮料，它叫做枣杭菊茶，对不对？那依法同太考来朋友呀。那个枣杭菊佢就係用這個菜啲嘅銅鑼嘅吸法。對，要銅鑼嘅公幹咧縫做，安尼將它泡落去嘅。全部就會沒有你咧，公幹咧縫做，還有銅鑼嘅紅 Q。這個杭菊，這真的是都舊年的時節，提到銅鑼真的是會看到很多人在種杭菊，對不對？對，很漂亮。然後就用這個杭菊來做這個茶。對，這是你們自己調配的比例嗎？是。好解膩哦，它就是淡淡的香味，然后一点点红枣的香气，然后而且我这样小小的喝，觉得很舒服。对，没有加糖。哦，它就是这样子，没有加糖，自然淡淡的这个自然清甜这样子的饮料。对，其实我觉得。红妈像这样子的饮料，你也特别选用苗栗的香黑公馆的凤州啊，铜锣的杭菊。刚刚我们吃到的这个红豆是哪里的红豆？我们选用的是大寮，高雄大寮。跟我印象中大家好像都要说用万丹的红豆不太一样哦。为什么呢？选大寮的？这是因为我们20几年，我们是做管理顾问公司。那我们在经营顾问公司的时候，就是辅导，我们是接那个公部门的一些计划案。那有辅导这个大寮的红豆。哦。它其实大寮跟万丹，它就是隔着一条高屏溪之隔，都是种植在那个高屏溪畔的那个红豆都，其实产地都差不多。但是它更小农，更少人知道。那以前红爸辅导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愿，他希望说，他把台湾很多小农知名度不够，但是他们的东西又非常的好，可以借由我们的店，这样可以把它推广出来。所以就想说，我们要用，不是一定不要非走主流路线，我们要用的是小农的大寮的，而且他们没有使用落叶剂啊，也没有那个除草剂之类的，是对土地非常友善的小农。
我觉得呀，青葱也吼，唔但像做的天数一条小农，让他们发展各地的农产品之外，青葱也有给黑。其实红爸红妈，你们也有去，就是去筛选他们的，比如说他们种植的方式啊，也是希望他们是好的东西，然后再用到自己的店里面。甚至我看你们在 menu 里面好像也会有写东西的产品，就是想跟大家分享，对不对？对。希望大家做的。吃的同时，也可以知道说哦，这里面的东西可能来自哪里啊？然后红爸红妈给他的会用心了挑选这些东西的来源，我觉得这个很棒，可以跟大家来好好的分享。但是单枪按钮哦，其实铜锣烧大家觉得最经典的是这个凤腿味跟口米，红妈也有开发出不同的口味，对不对？对对。比如说还有哪一些口味？我们现在就是。有可可，然后还有今天带到现场的还有面茶，就米德。这个我很好奇，你知道米德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生活，我们没有对吧？依法两个省份，你喊谁时间会生面茶这种东西吗？某色沟通哦，对，所以我对面茶其实也很陌生，这比较像是闽南庄的食物，对不对？所以红妈，你们小时候也是很常会吃面茶吗？有，这是我们闽南的那个口味没有错，对，但是这真的是误打误撞。刚开始其实不是想要做米德，我们是一直想开发客家的口味，想做擂茶。擂茶变成面茶，没错。他因为在试做擂茶的时候，觉得说它擂茶有绿茶的成分，跟我们家本来有一款抹茶蛮接近的，但是它又有凸显出来我们吃闽南的这种米的风味，我们就想到啊，我们以前辅导过的，在嘉义溪口就有一家做面茶的厂商，我们就赶快拿，而且就我们平常也喜欢吃，就赶快拿来试做。我们就试了用马斯卡彭啦，还是用 cream cheese 啊？对。后来学了，他加马斯卡彭以后的风味非常的清爽，对，很润滑，所以就产生了米德的口味。我知道这个有一点。面茶同擂茶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它都有经过炒。对。像擂茶咩要得有五谷杂粮拿去炒过，再拿来磨嘛。面茶咩用用是面粉经过炒的那个味道。对。所以跟这种有一点点那种炒过的香气，有一点点接近。所以就变成红妈的也是你们自己开发出了一个全新的口味。对。那依法吃豆豆，你知道面茶跟 Q 米敢共用哎，因为面茶都不是我们熟悉的食物，你觉得你喜欢面茶的口味吗？一开始食到就是都因为按火色、按田给铜锣色、按这么搭配，就想说很特别，然后又能够吃到底度跟面茶香米，对，所以真的非常有趣的一间铜锣烧店，还有东东内容要同大家来分享，我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跟咱来讲。大家有陣都福起來咧，我係仲一群阿群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苗栗銅鑼嘅銅鑼燒，剛剛有說到鳳頭嘅口味、面茶嘅口味，其實還有其他嘅口味，再同大家來分享，還有其他的口味。先來問一下依華好了，依華你去噶清中醫、清好食嘅口味係乜嘅口味？清好食咧就係檸檬嘅，檸檬嘅口味。雷梦 Q 米的铜锣烧，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在其他地方吃过哎，我自己啦很少见哎，蛮少见的。古总知道雷梦 Q 米是很搭配的，就会吃起来就酸酸甜甜的，看起来又好爽，就懂好吃的 Q 米。感觉有点跟传统的铜锣烧不一样的味道。但是我发现红妈你们好像很努力的在开发新的创新创意的口味，对不对？对。除了这些我们刚刚讲到的之外，还有哪一些口味？还有可可，可可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口味。对，一般好像可可都是小朋友喜欢的风味哈。那因为我们的可可是用屏东
台湾的，对对对，屏东台湾的屏东可可。那它在制作的过程中呢，保留了可可脂，还有可可的那个酸度，那果酸。对。所以我们的可可吃起来，它不会只有苦跟甜，它还有带一点淡淡的果酸。我觉得那个香气非常特殊。哎，我个人很喜欢精品等级的巧克力，我觉得台湾的巧克力真的非常棒，真的，而且最近几年呢，我们台湾的巧克力出去比赛也都屡屡得到很好的奖项。没错，所以就选择了屏东的可可来做可可口味的铜锣烧。是，还有呢，其他的口味，还有就是红豆啊，还有抹茶，抹茶也是用我们台湾的关西的抹茶，真的，一般大概也都会选用日本的啊，对，但是我们是选用台湾道地，就是关西的抹茶，好有趣哦，真的，对我在 menu 上面有看到一个让我非常好奇，我很难想象它可以做成铜锣烧底度给料很多杭菊牛奶。哦，杭菊牛奶可以做成铜锣烧哦。是，那个也是红爸一直希望说，我们的产品里面呢，一定要有杭菊的东西。已经有杭菊茶了啊。它是饮品，他想说，本来是想要做在饼皮，但是它不好表现。后来我们就跟飞牛牧场，也是在我们苗栗青牛苗对，很有名，而且它的牛奶品质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就跟它配合，就产生了这个杭菊牛奶冰淇淋，结果客人都非常喜欢。我用想的就觉得很棒，很清香，甚至连冬天哦，铜锣烧就是杭菊牛奶冰淇淋铜锣烧都卖得很好。而且你想象牛奶冰淇淋本来就很好吃，但是你就加了一个红 Q 都底度，就是那种看看浪漫更浪漫的感觉，然后比牛奶冰淇淋有花，这是一个感觉就是很吸引人，而且又轻优雅，铜锣给 T 色。很有铜锣的这个特色在里面。是。那其实我觉得红妈你们很努力的想要把很多小农或者是苗栗的一些商家，大家一起串联起来，对不对？对，这是因为红爸都觉得说，不能只有我们自己好，要共好。他希望说，我们这个只是一个点，那可以扩展到我们全铜锣其他的店家。我们在我们的店里面的那个电视啊，也会播放说其他店家的资讯，还有影片把铜锣其他的店家都介绍出去。很多客人来吃完铜锣烧会问说，要去哪里吃饭？好还有哪里的伴手礼可以买？我们就会介绍说我们铜锣的周边的其他的店家啊，还有景色啊，跟客人一起分享。就觉得希望说。可以把铜锣啦，甚至是苗栗介绍给其他的朋友，这样子很棒哦。我觉得，苗栗铜锣对于红爸红妈来说，应该算是一个新的故乡，因为你们在这里待了也20几年，22年的时间，然后你们真的。爱豆亚到素材，爱上这个地方，然后也希望把苗栗亚到素材懂得点美啊，同大家来分享，大家一起共好这种感觉，好感动哦。对，鼓手真也要好好的捧场一下，有没有？不仅有好吃的铜锣烧，好喝的饮料，刚刚我们讲了枣杭菊，里面头前还有一笔，这个也很特别，有很多雷梦笋甘茶，对不对？依法同大家分享一下。笋甘茶就会。在人家铜锣有一只好上瘾。哦，咩係銅鑼嘅好上瘾啊！也就像講，笋甘茶元旦有一只咸，就是發酵味。副口感的那種米稀比較重一點點，對。也就像講，加到嗰個檸檬落去，可能做得有較清爽。對，其實有一種變做比較清爽，沒有那麼重，沒有那麼精油的味道。對。變到好上癮咩？較好食。因為頭擺可能，笋甘茶比較像是年輕人有點難接受，對不對？對，有一點難打進去年輕人的市場，所以這一款雷夢笋甘茶是比較多年輕人可以接受的。對。所以其實也想盡很多方法來開發這些新的商品，然後把很多苗栗的物產跟特色全部連接在一起。鼓手去到幾片的人下聽說咩有當到清歡喜嘅記憶，所以呢也會有一些很特別的客人，依法係唔係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在幾年前吧，上班的時間，就在點地度來看。我幫人下，
就看到有3年出个清明嘅安尼跳来出个画图。哦，系啊，按认真。佢尾佢就留嗰種畫嘅圖送俾人家掉。哦，好感动哦，情感通。嗰位在送蛋嘢，佢就來廿拜廿到點嘅，要看到佢就畫一張圖俾人，就看到佢從以前到日下嘅進步。故說大概幾年的時間，送拜來一遍，也還有來一遍，就是人家看到的嘅相片，也兩種就係佢兩拜來雙峰草堂佢畫嘅圖，好感動哦！所以他就是吃完一顆銅鑼燒就畫完一張圖哦，真的，那也太厲害了吧！所以他的嘎拉佛全部帶到給片，他就在那邊畫，畫完當下就送俾人家的，是。好驚人哦！難怪會讓你們印象深刻哦。對，還有其他讓紅媽印象深刻的客人嗎？就是我剛開店的第1年，就有禮拜一我是沒有營業的，然後就有一個小姐帶着她用輪椅推着她的媽媽來，她媽媽是那種比較已經失智的狀態，我當時很感動，可是我禮拜一沒有營業，我說沒有關係，你等我營業的時候再來就好。他說不行，因為他常年旅居在泰國，他是回來只有1個禮拜的時間回來看媽媽，那想說就趁帶媽媽到戶外去走一走，怎麼那麼不巧？因為他明天就要飛回泰國了，我當下很感動啊，我就說那你給我1個小時的時間，我馬上幫你做。哇，對，好感人。對啊，就他也很感動，我也很感動。後來我們做了以後，做了他就馬上吃，他說他很喜歡，他媽媽吃的也很喜歡。然後後來我們就變成好朋友，他每年有回來，甚至都會事先就先訂中秋禮盒，分送給他的朋友。哇，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這個能量的互動，大家彼此分享自己喜歡的東西，我覺得有感受到紅媽滿滿的熱情。接下來其實還有其他的計劃，對不對？還有其他的計劃，因為已經在銅鑼待了20多年，對，然後子女也都在銅鑼這個地方也有新的計劃，未來是不是有什麼內容要跟大家分享？有的，我們現在第一呢，我們目前店裡在走的方向也是都朝比較環保的路線在走。那我們現在店裡面用的飲料的吸管是用水草做的吸管。水草可以做成吸管？對，但是它很怕捏，一捏就會破掉。温柔一點。對，但是紅爸還是繼續堅持說，我們就是要朝這個方向去努力去做。那還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我們都一直希望說，還繼續在改善還有縮短碳足跡。所以我們會選用說盡量縮短碳里程的食材，好，選用在地，芋頭也是在地的，在公館在隔壁。那再來的地瓜，西湖的地瓜，還有飛牛牧場的鮮奶啦，哈，紅棗啦，都是以鄰近為主，還是以台灣為主，這樣子，就是希望可以縮短碳足跡。對。那第二個面向呢，還是回到我本來的初衷，希望這是一個共學的地方。那現在就是草堂嘛，對，學堂。對對對，就我女兒跟我女婿，他們成立了一個33億那個什麼文化研究室。他們就是做生態導覽。哇。那希望借由垂覽，還有生態導覽，還有那個觀察昆蟲，然後去提倡大家對友善土地愛護樹林的這個面向去着手。那這個也都開始在做的，已經走一段時間了。哇。那第3點呢，這是紅爸希望說，我剛剛提到的不是自己好，希望能共好。所以他希望他現在很積極的在參加一些媒合啦、推介會，希望把我們銅鑼甚至苗栗推向國際向，讓一些東南亞的客人啊，還是國外的客人，他們自由行的可以來到苗栗，來到銅鑼。真的，
我真的身为去甲迄一个苗栗人，我真的听到洪爸洪妈对苗栗有这么多爱，真的很感动。鼓手希望大家有限的时间，真的是去铜锣走一走，去感受一下这一块土地，为什么可以给洪爸洪妈这么多的启发，让他们想要给苗栗这么多的回馈，同大家来分享。今天非常谢谢洪妈，也谢谢艺华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安子生，安子生，每上网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时光休息一下，等下来做运动哦。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无啊？我记得啦，我来福喜来嘅免术听站，韩国客家电视台嘅 YouTube 频道，咪记得我来听站听嘅韩国影片嘅链接啦，记得我分享出去哦。